小三方言粗语，语音基础声模1。大家好，欢迎学习萧山话。从本次课开始，我们学习萧山话的语音，同时也学习如何使用吴拼及通用吴语拼音来拼写萧山话的发音。对萧山话语音足够熟悉的同学，可以跳过本阶段课程，直接进入下一阶段。但是也可以借此重新梳理萧山话的语音。本次课介绍萧山话的色音声母 b、p、b、d、t、d、g、k、g。本课程使用吴拼来拼写萧山话的发音，为了辅助讲解发音，用方括号表示国际音标，下划线表示汉语拼音，以与本教程所用的吴拼相区分。b， 萧山话 b 声母发音同普通话的波，但是发音略紧。b b b。例词练习：冰、包、布、别。包裹、饼干、木板、开笔。p， 萧山话 p 声母发音同普通话的坡。p p p。例词练习：喷、碰、啪、啪。漂亮、乒乓、接棒、钞票。b， 萧山话 b 声母发音也类似普通话的波，但是是一个浊音，即发音时音调低沉，喉咙松弛，并且微弱送气，类似耳语时的喉部状态。b b b。注意发音时有一个伴随的浊气流 b b。例词练习：平、拔、平、拔。皮肉、脖子、毛病、萝卜。b p b 三个声母构成三分对立，发音部位同为双唇，但是发音方式不同。b 是不送气清音， p 是个送气清音，而 b 是个浊音。b p b。例词练习：冰、拼、冰、吧、啪、吧。其中 b 声母和 b 声母的发音区别要特别注意，两者不只是音调高低的区别，还有清浊的音色区别。轻声母 b 发音较紧较硬，而浊声母 b 较松较软。两个声母的音色区别在词的后字表现更明显。例词练习：冰、冰、工兵、工兵、布、布、脚布、脚布。b p b 这样的色音三分格局是吴语方言的重要语音特点。吴拼根据吴语的这个特点，使用与国际音标一致的拼写方式，而普通话由于没有浊音 b， 因此汉语拼音简化为使用字母波坡来分别表示。识读吴拼时需要注意这些拼写。的，萧山话的声母发音同普通话的的，但是发音略紧。的。例词练习：多、雕、
点的多少东西抹掉不到特萧山话特声母发音同普通话的特例子练习铁糖土铁太阳讨厌尸体斯塔的萧山话的声母发音类似普通话的的，但是是一个浊音，与前面的不类似。的例子练习叠带到的叠鸡稻草毛豆鸡蛋的三个声母构成三分对立，发音部位同为齿龈与舌尖，而发音方式不同。的是不送气清音，特是送气清音，的是浊音。的例子练习咚通咚的其中的声母和的声母的发音区别需要特别注意，的为轻声母，的为浊声母。例子练习呆金呆咚冰冻识读无拼时需要注意无拼的与汉语拼音的特的拼写差异。歌萧山话歌声母发音同普通话的歌，但是发音略紧。个例词练习高九给给高三国六年糕西瓜科萧山话科声母的发音同普通话的科。例词练习考苦开阔开关客气慢看饥口格萧山话格声母发音类似普通话的歌，但是是一个浊音，与前面讲的不的类似。格例词练习关给公格罐子格子总共宾馆格三个声母构成三分对立，发音部位同为软腭与舌面后部，而发音方式不同。个是不送气清音，科是送气清音，而格是浊音。个例词练习乖快乖嘎卡嘎。其中歌声母与格声母的发音区别需要特别注意，个为轻声母，而格为浊声母。例词练习乖东乖光风光识读无拼时需要注意无拼的与汉语拼音歌科的拼写差异。
最后，我们来小结一下萧山话的色音声母 b、p、b、d、t、d、g、k、g。其中要特别注意浊音声母 b、d、g 这3个的发音。以上就是本课的全部内容，谢谢观看。萧山方言初学系列课程由清江嘉亮制作，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欢迎留言讨论。如果你有更地道的萧山话例词例句，欢迎发弹幕或留言补充。